以后莫做朋友，朋友要当牵手。这是周星哲讲的，你分手以后就莫做朋友，为什么咧？头前我问哦，真人就是真人啦。为什么会分手？一定就是有问题嘛。你这问题无解决，你就想要搁做朋友，你哪有可能？这问题低咧，你无解决，你就无可能做朋友。而且我问一下吼，拜托一个，你为什么会分开？这分开一定是有一方对不起另外一方。这问题处在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你一定要解决。若是无愿意解决的时阵，你可能连朋友都无法度做。而且朋友唔免最重要的就好啊，爱过唔免啦，爱过就这几个尔，你去外口找，外口才叫做自由啊！自由的市场，你去做朋友，这朋友会当甲你真济物件嘛。所以讲最后，我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就是找朋友去外口找，困过就莫过花。感谢大家。